星期六又有馬跑啦，今次又係跑沙田日馬，交俾我拍檔講下賽馬新聞，交晒俾你啦，浩然。上次我明明撕爛咗個 banner， 點解仲掛喺後面嘅？直落跑3次沙田日馬，翌日仲要轉播8場法國賽事，真係想做死人咩？星期日嘅法國凱旋門大賽，究竟日本隊有冇機會打爆機呢？3隻日本代表馬帝國夢、北十字星、耀木帝牌面好似北十字星高啲，但係場地偏遠可能影響發揮。留意艾少禮喺凱旋門大賽會騎遠飛標槍，聽日沙田佢只係騎4隻馬，係咪上次贏隻肯佩斯已經食飽咗呢？艾少禮搏命嗰陣鬥後勁真係唔錯，直路走位刁轉，新力驕贏短馬頭位，肯佩斯贏一個鼻位全靠佢啦。至於馬王嘉英高升備戰珠穆朗瑪風錦標已經去咗澳洲，下星期2潘頓會特登飛過去同佢喺蘭域馬場試閘。馬王絕不假手於人，好似耐唔耐都有人會問點解冇香港馬去試下跑法國凱旋門大賽呢？呢個比賽暫時都唔接受閹咗嘅馬報名。喺香港要揾到一隻符合條件、長途又好嘅馬真係好難。咁多年嚟比較近磅啲嘅，我只係諗到2003年打吡冠軍勝威王。你又諗到邊隻可以挑戰下法國凱旋門大賽呢？講下考眼光選擇：1場9號歐洲傳奇，2場6號快樂老窩，3場1號天時名區，4場4號競蝦王，5場11號加州本事，6場8號密密送，7場6號會長之寶，8場6號一先生，9場5號寶駿，10場5號增友。今次盡量揀啲冷啲嘅，睇下我又會登死幾多啫。今次賽馬新聞講到呢度，交返俾喺錄影廠嘅 Raz， 跟住我又要撕爛個 banner 啦。唔該晒，請記住本台並不鼓勵任何賭博行為。本節目內容所提及的馬匹、騎師或練馬師等名字，純粹係資料性提供或考眼光用途。下次賽馬節目時間再見，拜拜。